贵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来串联今仔日的信息，信息第302首。万民啊，恁着学咯。我的心情。305。啊，没有302哦。305先。那我们先305。305，我的心情你着学，你着唱。我的心情你着唱歌，哦罗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哦罗全民主上帝，伊大救主听从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收回温泉属乎天的，残忍慈善无法欠亏，哦罗只愿主上帝。下一首302首。我的心里着学罗主，着学罗主因更新了。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罗我主，我的心里着学罗主，学罗我主，我的心里着学罗主，我的心里着学罗主，着学罗主因更新了。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罗我主，我的心里着学罗主，学罗我主，我的心里着学罗主。经过3天会较寒冷的时间，真侪人感冒安怎？若拄着寒，咱的问安就爱搁较侪关心你身边的人。咱来甲你厝边隔壁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请大家起立。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好山啊，规地台北的雨的，奉主名来，咱就学罗志愿的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开一关上帝。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开一关上帝，咱着这声学罗主的性命，权力伊也归予主上帝。好山啊，开一关上帝，应要，我应要归万王的王，应要。归万
欢迎啊，归万王的王。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基官兄弟。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基官兄弟。难得在下欧罗，欧罗主的性命，管你要归我主兄弟。和散那归基官兄弟。我一样归万王的王，一样，我一样归万王的王。难得在下欧罗，欧罗主的性命，管你要归我主兄弟，我一样归万王的王。难得在下欧罗。性命，管你要归我主兄弟，和散那归基官兄弟。难得在下欧罗，欧罗主的性命，管你要归我主兄弟，我也要归万王的王。管你要归我主兄弟，我也要归万王。归给那在各个他为我们舍了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十架的大能。各个他耶稣受难，天父爱我的彰显。永恒盼望的生命，荣耀恩典为我冠冕。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自家的大能，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手边上，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各个他耶稣受难，天父爱我的彰显，永恒盼望的生命，荣耀恩典为我冠冕。谢耶稣，感谢耶稣自家的大能，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手边上，我必得医治，高举双手来领受。感谢耶稣，我罪的赦免，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医治我，医治。 我。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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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恩住在我里面，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恩住在我里面，得平安的饶恕，蒙恩惠的保护，复活的大恩住在我里面。感谢耶稣，主，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复活，如今活着，不再是我，那是主，你在我们心里活着。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主你的呼召，背起十字架，一生来跟随你。阿门。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是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是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爱我们何等的长过高深，你甚至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生命。主啊，如今我们在你里面罪得饶恕，
心里得医治，生命有平安，有盼望。主啊，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荣耀彰显你的名。求主你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叫我们不忘记你的恩典，不忘记为我们舍的生命，一生爱主，跟随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咱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为咱放杀性命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神卡无的荣光伊的名。哈利路亚。你要请坐。并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意，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即条请下这起哩，咱用吟诗来俄罗上帝。神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得着唱歌。
请坐。即点咱同心来祈祷。至圣阿爸父上帝，愿感谢你，愿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你是信实、充满慈爱甲怜悯的上帝，是阮所毋忘的主。主啊，愿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求你将道路指示阮，求你赦免阮的罪，清起阮的心。阮的心常常想念你的慈爱，较无你的话，将你的话藏伫阮的内心，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伫主的厅内底，阮彼此关怀甲扶持。伫阮中间有身体欠满的，求主你医治因；心灵软正的，求主坚固因；当边家己甲出外的兄弟，也求主看顾保守因，出入拢平安。主啊，我嘛将阮教会所有的事工完全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保守，帮助阮所做的工，一切拢顺利，通合伫主的旨意，得到主的欢喜。伫阮的人生的路途，求你赐予阮有全备的信心，我靠主的恩典，勇敢向前，用所差表来跑走。愿将一生完全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是属于主的，求主甲阮相同行，有主住伫阮的内面，也帮助阮住伫你的内面，亲像葡萄树枝结连伫葡萄树一样，结出好的果子，来荣光主的名。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说下咱来启应，启应文36，箴言第8章。启应文36，箴言第8章。我来请兄弟来应。就听智慧在叫，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竟然啊，我叫你，讲德的人啊，要学识精明，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还未有亲恩；我出母胎的时，大山还未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还未安伫穹苍，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限，互海水袂行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痛我，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听透我的人真有福气。找到我的人，就是找到性命。以上，
即点咱要邀请圣歌队来带咱献诗。今仔日因要献的诗歌是《俄罗耶和华》。感谢圣歌队美好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即点咱做伙来强守上帝话。即点请兄弟起立，咱同齐来念10届。请第1届，我应通有别个上帝；第2届，有家己了解偶像；第3届，人生是耶和华上帝名；第4届，要记起安特你守于这事；第5届，看见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通害死人；第7届，通赢男女；第8届，通偷体；第9届，通做假代志，陷害你的子女；第10届，通贪心。请兄弟，请坐。即仔咱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到13节。耶稣伫伯大尼太高西门的厝，有妇人人住浴房，内面堆结过去的香油、酒棍衣。当伊坐倒的时，拼伫伊头壳顶。学生看见就生气，讲：安尼破费有啥路用？因为即个油画袂滴侪银来互送香人。耶稣知
就甲因讲：恁写字挑咱即个富人人啊，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是好事，因为常常有送乡人甲恁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因为伊倒即个油伫我的身躯，就是陪伴我排葬来行的。我实在甲恁讲，普天下无论啥物所在传即个福音，也要讲起即个富人人所行来纪念伊。以上。即条咱要请陈牧师来进度，伊今日要讨报题目是各讲一件美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依然是一个真好的主日。虽然天气淡薄的寒冷，但是今仔日应该天气会较烧热。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伫春天来临的时，互咱毋但是春风满意，还阁面带笑容。每一日主甲咱三甲同在，三甲伫地。今仔日其实是妇女的纪念主日，咱讲3月8号是妇女节，妇女节。今仔日咱用玛利亚做伫耶稣身上的美事，甲大家做伙三甲来勉励，学习伫伯大尼即个玛利亚做伫耶稣身上的事，做伙三甲来学习伊怎样为着耶稣的埋葬来做备办，怎样为着耶稣献伊极贵气的哪达的香油，咱三甲来祈祷。听堂的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俄勒你，愿今仔日的敬拜、俄勒、赞美、荣耀，拢归乎爸上帝。愿主你常常甲阮三甲同在，三甲伫地，互阮的心常常得到平安，互阮的心常常有喜乐。主你的疼扶持帮助阮，因为你将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互世间人，成做阮的拯救，成做阮的救赎，替赎阮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感谢拜咧阮的俄勒甲敬拜，伫每一个主日，就是主过我的日，来甲主相逢相见，伫主的圣殿，伫主的殿院内，互圣殿充满着赞美敬拜俄勒的声。嘛，阮的心用诚实，用阮的心灵来朝见主的面。愿耶稣的疼甲阮三甲同在，三甲伫地。愿爸上帝恩惠恩典赏赐施恩互阮，阮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甲俄勒，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我想即个段经节真侪人拢捌读过，嘛捌伫玛利亚身上做一个真好的学习。玛利亚摕一罐香膏有人讲是香油，有人讲是哪达香油，来伫耶稣的身上做遮个事。即段故事摕到耶稣伫伯大尼西门的家伫厝内咧做人客。伫做人客中间，玛利亚摕一罐香油来抹伫耶稣的身上。这个故事相款有记载伫马可福音甲约翰福音的内面，这是相关的记述。约翰福音12章有提到玛利亚用这个香油香膏来抹伫耶稣的骹，甚至用伊的头毛来抹耶稣的骹。既然用伊的头毛来抹耶稣的骹，这是同款的事件。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来想几个问题。玛利亚为什么要破费，也是讲用一罐即个香油、香膏来抹耶稣？文图为什么讲这是破费，这是浪费？耶稣为什么徛出来替玛利亚讲话？耶稣哪毋是替学生讲话，哪是替玛利亚来讲话？所以这三个问题，咱会当做伙三甲来想。为什么玛利亚用极贵气的香油来抹伫耶稣的身上？但是文道讲
够讨济，有够无彩。即款香油会当慢慢用，慢慢用。我想真侪妇女拢有买保养品，也是化妆品。你会欠欠仔用，毋甘仔用，也是你会青签仔用。哦，愈贵的物件，你会感觉做毋甘的。前几礼拜牧师有甲大家做三甲分享，就是讲咱若是出国的时，咱会去踅即个免税的商店duty free。无论是你伫国内要出境的免税商店，是你要离境，还佫有一摆的机会，当然迄届是伫无共款的国家，所以你会看到讲这物件免税商店咧卖物件，够很珍贵啦，很足珍贵的。所以你看到讲这物件，你会欠欠仔用，也是安那青签仔用，你会欠欠仔用的举手，感谢主。你会尽量用的举手，无人举手有人举手表示你口袋有够深所以咱想看卖啊，这物件愈珍贵的，有当时剩迄滴最后一滴，最后一遍，你有哪非常的珍惜？咱今日来看玛利亚将极贵气的香膏，也是香油来倒伫耶稣的身上，所以咱爱想讲这个经节对咱来做淡薄的反省，以及淡薄的学习。这款香油完全拢无保留，完全拢互耶稣来用。所以玛利亚为什么要安怎做？其实伫约翰福音有读到玛利亚的兄弟帖撒罗对四个话，因为出在伫耶稣的帮站，出在伫耶稣来到因的厝，其实伫远远耶稣就知影讲这件代志，耶稣嘛为着这件代志流目屎，这是圣经甲咱讲耶稣哭了，耶稣哭耶稣流了伊心内感动的目屎。所以咱对着这对家弟，也是讲这对兄弟姊妹对因来看，玛利亚检采是用真感谢的心来服侍耶稣，检采伊是用真欢喜的心来对耶稣的感恩，所以将极贵气的香膏来抹伫耶稣的身上，而且即罐完全拢无保留。完全拢无保留伫耶稣的身上，所以咱对安尼来看，约翰福音甲咱讲，即个极贵气的玉房，底的香膏价值有30两的银仔。听讲犹太人传统因的社会，要结婚的时，因爱准备嫁妆，即个嫁妆的内面，其中一项。就是这极贵气的香膏。那亲像咱要订婚的时阵，咱有当时爱有礼数，咱讲有6项礼，也是12项，相相对对的礼。你可会记得你寒定的时，也是结婚的时，你的嫁妆是啥物？有的人是这个后头厝替你准备金仔，也是手指盘链。有人较早有即个梳妆台，有人安那准备洗衫机，我嘛讲加过毋免较辛苦，伫遐咧，搁伫遐咧洗衫。有人准备啥物？看你后头厝替你准备啥物。所以即个极贵气的玉房，检采是妇女一个女人要结婚的时，伊所准备要嫁过去来使用的。当时的社会非常的送香，非常的散赤，所以这一罐的玉房是真无真不得了的价值的代志所以这个物件是非常的价值，是不得了是真贵重的代志，是贵重的物件。但是玛利亚竟然拍破玉房将香膏完全无保留来倒伫耶稣的身上。这极贵气的香膏，为什么门徒讲遮尔讨济？其实咱来甲看，
嘛是有小可浪费。全部拢家抹伫耶稣，这一届拢家抹甲了。你是欠欠用，还是你要一届完全家用好了？但是玛利亚伊却无感觉是浪费，差别是伫倒位？这个差别到底是伫倒位？一个是完全无保留，一个是讲哦，你哪会遮尔浪费，遮尔讨债？差别是伫倒位？心内有疼，甲心内无疼；心内有迄个疼心，甲心内无迄个疼心。你若是有迄个疼心，你就完全袂去计较，迄一滴，还是两滴，还是三滴。你咧喷芳水时，你会轻轻啊喷，也是安那，适量就好对无吼？无伤芳嘛，感觉真奇怪。所以，若无即个疼心，吼，就会斤斤计较，到底是用偌济。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拢有细囝对无？吼，即个细囝若是有生两个，吼，若生一个是较无即个问题啦。若生两个、三个，你就会安那？妈妈，你为什么比较疼他，比较不疼我？你怎么给他的比较多，给我的比较少？所以囡仔就会去轻分老爸老母的疼心，是毋是？所以咱对安尼来看，耶稣的学生就会斤斤计较，为什么遮尔啊浪费？为什么遮尔啊讨债？这就是有疼甲无疼心的差别。所以学生看起就生气，讲安尼破费有啥物路用？无采工，无采遮尔啊贵重的物件。即个物件若卖，可会当卖真侪银仔来互即个送乡人。但是耶稣安怎讲？送乡人常常甲咱伫地，甲咱同在。咱出去咱看到真侪送乡人，但是即个主呢，无一定逐日甲恁同在。无一定逐日甲恁伫地，所以咱人会用好听的话去红砍真侪代志。耶稣的学生兼菜就用即句话来红砍代志。讲这有啥物路用？这破费有啥物路用？是要红砍因的心，兼菜是无疼心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上帝的儿女嘛有时会用即招。所以耶利米书甲咱讲，人的心比万米拢较诡诈，而且歹到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这就是人的心。每一个人拢爱互上帝来对付，人的心内爱伫上帝面前爱徛会在。所以这个物件，耶稣看到玛利亚，伊用感恩的心来到伊的面前，用疼心来到伊的面前。完全拢无保留，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互上帝来对付。基督徒，咱爱伫人无看见的所在来做起，咱莫当作人无看见就无人知。耶稣讲，咱爱暗偷偷啊做，检采你偷偷啊做，有人会将这触点甲伊掀起来，来显明你所做的事。愿上帝帮助咱。为啥物文道讲，咱毋去救济即个送乡人？玛利亚拢无讲话呢，即个物件是玛利亚的，但是呢，文道煞伫遐讲啊，遮尔啊无彩，遮尔啊讨债，但是玛利亚只有点点用香油来抹伫耶稣，来膏抹耶稣。但是耶稣即个时阵讲话啊，为什么刁难伊呢？为什么该为难呢？伊所做的是一件好事，是一件水的代志。为什么玛利亚是做一件美事呢？为什么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呢？因为这是对疼来开始做，是对感恩开始做。咱讲感恩耶稣啊，感恩耶稣拯救着伊的小弟列撒罗，拯救着伊的兄弟。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列撒罗是对坟墓内面行出来，是尸体已经有闻到即个臭味。但是安那，伊竟然对坟墓内面行出来，这是圣经记载，互死过活的记载，而且是讲有闻到尸体的臭味。只有耶稣会当做这件代志，互人对死来过活。所以，如果你的亲人若有安尼事，你敢会用你
所有来感谢你的恩人呢。所以玛利亚检查伊所做的是要感恩耶稣，要感恩耶稣。因为这个感恩的祭，圣经甲咱讲是香香的祭，是馨香的祭。伫旧约内面的平安祭就是感恩的祭。所以玛利亚的心内是用感恩来感谢耶稣，伫为着因的厝所做的一切，嘛用感恩的美德来回应耶稣。所以从即款香油，伊感觉讲可能用伫耶稣的心上嘛真奇怪，但是伊得甲靠破来完全抹伫耶稣的心上。所以基督徒爱知影一件代志，咱感谢感恩的祭是香的，所以咱爱用听甲感恩来去做。所以咱每一届咱的奉献，咱用咱的感恩的奉献，拢有咱满满的听伫即个中间。所以感恩的奉献是香香的祭。咱毋是讲是伊的奉献就无香，是讲这感恩，咱是用听甲感谢来回应上帝。所以伫马太福音22章，有人问耶稣讲律法内面的诫命，倒一条是上大的？耶稣甲因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第一个，嘛是大的；第二个嘛三亲像，就是听厝边安那亲像家己。就是听人那亲像家己，要爱人如己。所以上帝上在意的代志，就是讲人的心内，你是毋是有听上帝？是毋是有掠上帝来做要紧的事，来做第一要紧的事？所以咱若甲上帝的事来做要紧的事，这拢是有价值的事。玛利亚将伊有价值的物件来感谢耶稣，来感恩耶稣。所以，将伊感觉讲，伊可能厝内无啥物种的物件，只有将伊的嫁妆即罐香油来抹伫耶稣的身上。愿上帝帮助咱，听上帝，听上帝的人，什么拢无欠。罗马书8章28节嘛，安尼甲咱讲吼。罗马书8章28节嘛，甲咱讲，安那，咱做来读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咱拢知影讲，咱望汉书互相大家斗效力，但是安那会叫听上帝的人安那得到利益。所以咱去听上帝，咱拢会当去得到利益。愿上帝帮助咱，上帝会当互痛苦绝望的事变做有愿望甲喜乐的事，嘛会当互咒诅变做是恩典甲有利益的事。愿上帝帮助咱，上帝。互人避办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恩典。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讲：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事，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上帝所替咱避办的，是咱目睭袂捌看见，耳孔嘛袂捌听见，而且你心内嘛袂捌想到的事。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为什么玛利亚所做是一件美事呢？因为耶稣甲伊讲，伊是为着我的安葬来备办的。玛利亚敢知影这件代志？玛利亚完全唔知。玛利亚敢知影耶稣会用电视机？连学生都唔知影，那玛利亚哪有可能会知？连那逐工甲耶稣带做伙，行做伙的学生拢唔知影。但是耶稣拢甲因提示啦，拢甲伊提醒，我要用电视物价啊！我有可能第4、第3日过我，所以耶稣迄个当时可能渐渐行是物价的路，但是玛利亚所做的，安那煞为着耶稣的需要。坦白讲，玛利亚其实毋知影耶稣会用电视物价，但是玛利亚即时做了即件代志，做了即件代志了，满足耶稣的需要。上知影讲耶稣会死，无人知；上知影耶稣会互电视物价，无人知。只有耶稣家己真清楚，家己知伊会行是义的路。所以当耶稣咧祈祷的时候，讲将这苦杯甲伊摕掉。其实耶稣伊的心嘛是真艰苦，伊知影讲这是艰苦的痛，这是刑罚，这是迄种刑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真侪有当时啊该做的代志，该讲的话。该服侍的机会，咱有时去耽误，有时去延迟着。
咱用各种的理由啊，等我有闲啊，等我有闲啊，等我有钱啦，啊，等我退休啦，等我升官啦，等等遮的理由。群对耶稣，敢有啥物种的理由？耶稣嘛有鼓励啊。有人要转去嫁娶，有人因兜有买牛、买试精生，有人做各种的理由。但是玛利亚无啥物种的理由。玛利亚自动自发，玛利亚无啥物种的提示。好像耶稣来到即个所在吼，西门的家吼，伫遐吼伯大尼西门的家伫遐咧做人客，啊，就拄着啊，啊，就看到耶稣啊，吼，就将家伊宝贵的物件来摕互耶稣。所以即件代志伊是做对，而且佫做了真水。所以耶稣甲伊讲，以后若传福音的人，拢会讲到即件的代志。以后咱要讲道理、讲福音的时，吼，普天的无论什物所在传即个福音，拢要讲即个富人人所行来纪念伊。这是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上帝帮助咱，玛利亚拄好做一件为着耶稣安葬吼的备办。所以伫耶稣过活的清早迄日，其实有几个妇女去耶稣的坟墓，跋大了的玛利亚是其中一个玛利亚。有人讲是雅各的老母嘛是叫玛利亚，吼，迄阵玛利亚过来，耶稣的妈妈嘛是玛利亚。因到坟墓要割耶稣的身尸，有抹着无？为什么？耶稣已经割活，跋大了的玛利亚要去抹耶稣的尸体，无抹着。但是进前呢，即个伯大尼即个玛利亚有做着，伊及时甲耶稣安那做埋葬的准备。所以大家咱爱把握着机会，听上帝服侍主，服侍爱把握机会，就是今仔日，就是现在，马上甲及时来应答上帝。愿主帮咱施恩伫咱，知影讲及时甲马上。毋通提示，毋通你阁有侪的理由甲伫遐咧等吼，咧讲等我有钱吼，等我有闲，也是逐种的理由，等我退休，也是讲等我升官。愿上帝帮助咱，服侍毋通有侪提示的理由吼。所以咱爱及时马上会舒服，这较是重要。美国有一个专门咧帮助青少年的机构，这是一个天主教的机构。有人来问这个神父创办者，问这个神父讲，为什么你创办这个机构咧关心青年帮助青少年？伊讲，我拄神学院毕业的时，我拄做神父的时，主教派我去关心一个少年犯。这个少年的这个少年犯，因为伊犯了毋对。伊做歹代志，较杀人，所以向判死刑。爱着去关心即个少年人，伊着去迄个看守所吼，即个看守所来看即个少年，甲伊关心甲伊探访伊讲少年人有啥物代志，我会当帮助你。即个少年人头拢无爱回答。后来第二次，即个神父过来甲伊关心。再来甲伊讲，少年人为什么我会当甲你帮斗相共的无？伊犹原无讲话，甚至伊有当时生气。第三届，这神父过来甲伊关心，少年人有啥物代志，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因为一日时间一日过，因为已经到要已经进行死刑的日期啊！这个少年人就生气讲，就老目屎讲，为什么到我要死啊？你才来甲我讲，我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为什么你莫伫我懵懵不知的时阵懵懂无知的时候，伫我还未犯到这会错误进前，你来甲我斗相共，你来帮助我？这个神父安那？伊讲咱错过了这个机会，咱无早前去来做预防，所以后来神父就办这个机构。有时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所以你爱有防胜过治疗。真侪时阵，咱忽略上帝互咱机会，该做的咱无去做，该服侍的咱无去服侍，该侍奉的咱无去侍奉，该传福音的咱无去传，该办的代志咱无去办，该甲人分享的咱无去分享，该道歉的咱无去道歉，该讲多谢的无去讲多谢。安尼最后安那有一日你后悔拢袂复起咯。愿上帝帮助咱，马上及时的服侍侍奉是非常的重要。上帝嘛提醒咱一件事，就是讲掠条第一时间去做，有时咱会忽略，有时咱会疏忽去，有时咱需要及时出手，伫咱上界需要的时，咱嘛爱会甘直来甲伊斗相共，毋通当算。愿上帝帮助咱，为着上帝做的拢是真实，拢是足单纯的，无求回报。只有耶稣做的好的事、美事，无为着家己。所以玛利亚即款物件，毋是留喺家己用，留喺家己慢慢用，佮毋甘用，欠用，无，伊一概就互耶稣来满足耶稣，搁抹伫耶稣的心上。所以咱爱完全对心内单纯来为上帝做，来为主做，来为耶稣做。咱爱放伫第一的顺位，这才是真重要。愿上帝帮助咱爱放伫第一的顺位。所以讲今日是礼拜几？礼拜是礼拜日星期天啦星期日所以咱伫今仔日，咱是爱来敬拜上帝，爱掠上帝最要紧。所以咱今仔日拢是掠上帝最要紧来到遮，伫主的圣殿伫主的殿院，伫礼拜堂，伫教会三件。所以咱都无甲上帝放伫第二位啊。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犹大嘛是为着30箍，伊做一件代志，啥物代志？出卖耶稣。一个是为着30银仔30银仔的香油来抹伫耶稣的身上，一个是为着30箍30银仔从耶稣甲伊出卖。愿上帝帮助咱，所以有一寡代志属灵的原则，拢搞混去啊。有的人宁可为着耶稣放弃一切，有人为着钱来放弃耶稣。你是要为着什么代志？你是要为着耶稣来放弃一切，还是要为着某项事来放弃耶稣？你是要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来放弃耶稣，还是要为着放弃为着得到耶稣来放弃一切？伫玛利亚的心上，咱就看为着耶稣放弃一切，对不对？连这都爱互耶稣。一个是为着这个钱，连耶稣都甲伊放去边仔去。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愿上帝帮助咱，宁可为着耶稣，为着属灵的原则，来到教会来侍奉主。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互使亲像割抹耶稣的玛利亚一样，佮讲起这件水的事，就是耶稣所讲。任何所在普天的要传这个福音，嘛讲起这个妇人人所行的来纪念伊。我捌参加短宣队，我捌伫短宣队的一个大学生的身上去听了一个故事。伊讲我大学生当毕业了后，我就去庄脚所在，甲迄个阿伯传福音。阿伯信耶稣，阿伯信耶稣，阿伯你要信耶稣无？阿伯无。第二年暑假嘛，搁去甲伊传耶稣，大学生逐年暑假拢去庄脚，拢共款迄个所在就伫遐就看到迄个阿伯阿伯要信耶稣无？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到伊出社会嘛是搁迄个，出社会当时就无用就无去当时上班，后来伊结婚后来生囝，后来有一天伊带因囝，搁迄间教会传福音，搁拄着迄个阿伯阿伯信耶稣阿伯信耶稣，伊带因囝爱真正见证讲，对我大学生，安尼来到迄间教会
甲伊个福音队底宣队去遐传福音，拢拄着迄个阿伯啊，迄个阿伯就住伫教会无远的所在，逐家去街头分福音，拄着迄个阿伯啊，迄阿伯也嘛捌伊呢。你搁来啊？你搁来啊？你想咧，带甲因囝来，阿伯啊，这阮囝。这阿伯啊，我欢喜。你也来，你搁来啊？伊心内有耶稣无？真歹讲对无？真歹讲，伊心内有耶稣还是无耶稣？总是有一件代志，这阿伯啊，看到这个少女大学生即间到做妈妈带囡仔来，伊敢无感动？一定感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是一个大学生的故事，我听一个讲伊为着做传福音的代志，安尼对伊做大学生、做少女的时，甲一群青年去传福音，去增加的所在传福音，去拄着迄个阿伯啊，到伊结婚了，佮带因囝，规家伙仔去，有一届佮规家伙仔去，阿伯啊信耶稣，阿伯啊信耶稣。我想这阿伯啊，有一日真正转去啊，毋知去看到耶稣未？怎啊，这阿伯伊心内一定真感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过去有咱做过这短宣的代志，就真趣味啦。迄教会教会边仔有迄商店嘛你搁来啊？你搁来啊？记的呢？这人来传福音的人，伊拢甲你记的呢。愿上帝帮助咱，咱毋通讲咱只传福音，咱毋知影。有一天咱真正甲咱记的，你搁伫遐咧分福音传单，毋是伫遐咧分卖厝的单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就亲像即个玛利亚，过玛利亚的代志，佮讲即件水的代志，也即件代志永远迄样纪念，永远搁互提起。所以我实在甲恁讲，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即个福音，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愿上帝帮助咱，上帝互咱实在是真容易啦。总是上帝，若无上帝同在，佮互你佮较济有可能转眼成空，是毋是？上帝将迦南地互以色列人是流奶甲蜜的地，但是呢，因伫迦南地做歹代志，上帝最后安怎？就将因该赶出迦南地去，以色列互赶出由即个流奶甲蜜的地，所以上帝是愿意赐福气的。上帝嘛愿意恩待咱，所以咱若无敬畏上帝，检查即个福气，就对咱的身躯边，就慢慢流失去，慢慢甲你擦身而过。所以咱愿上帝帮助咱，互咱诚做敬畏上帝军队主这才是一个明福的一件好的事。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三甲伫地。我无论什么事，拢来纪念玛利亚所做为耶稣所做的事，来纪念为着主所做，就是完全无有保留来互主，就是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愿上帝帮助阮，阮看起这件代志，玛利亚所做即时马上，伊无想足多，伊只有单单为着耶稣基督，为着主。所以耶稣留了即句话：无论普天的什么人传即个福音，拢爱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的来纪念伊。愿上帝使用帮助阮，互阮知传福音，检测着及时，检测着着时，有上帝的恩典甲阮参甲同在。互阮无去计较，阮会当做偌济，只有努力，只有点点，只有不断来做。愿上帝帮助阮，使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做一件为着耶稣做一件美事，为耶稣做一件好事，为耶稣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愿上帝帮助，使阮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会当为着耶稣，为着主来做更较好传福音的工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无主美好的信息。即条咱来吟诗
信息第306首。我的心得着俄罗主，请兄弟起立金泉手。咱同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执行。请现在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即点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经句，马太福音26章13节。咱用台语做伙读2遍，请。我是在甲恁讲，好天的无论啥物所在，传即个福音，也要讲起即个有灵人所行来纪念伊。我是在甲恁讲。好天的无论啥物所在，传即个福音，也要讲起即个有灵人所行来纪念伊。马太福音26章13节。今日毋知有第一届甲咱参加组一个新朋友无？无吼。好，即个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点，今日下晡1点半，咱要召开定期的短聚会，短聚同工请准时来出席。第二，咱今日要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小等咱报告了后，咱会来举行来庆祝。第三，本会审理奖学金的申请已经开始啊，咱到3月17、18。那要申请学生出席出席率有到1/3以上，就会使来。填写即个申请书，交迄个成绩单，来咱那个1楼办公室来收。迄个各小甲各种的成绩单，因的即个评分没有，就是没有分数，咱那个查校生准有迄个分数的即个证明书，才来申请。第四，3月初10后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新学的教育，搁有教务的训练，
搁有校舍的整建的工程，甲图书馆的藏书等等的事工，请兄弟来关心带到。第5、3月16日会主理顶埔的9点半到11点半，是世界母语日的迄个活动吼。啊，伊即个的题目是马街甲北台湾哦探寻罗州长老教会小旅行吼。那讲师有邀请到蔡维明牧师甲咱陈牧师哦。即届是新北市立图书馆泸州分馆来主办的，是要伫咱教会的3、2礼拜2来举行。那邀请各位兄弟做伙来参加。对啦，咱若要索取2023年奉献证明的兄弟，请填写申请书，注明身份证的号码提写好，会使交互咱的干事信如姐。第4每礼拜3暗时8点，咱有读经的祈祷会，邀请兄弟踊跃来参加。过来是团契的消息。第1是主日热力华裔的礼拜结束了后，要伫2楼的教育馆召开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例会。第2是同心团契的消息。3月初10台语的礼拜结束了后，要伫1楼举行例会。由咱的林牧师来主理，团契主题是团契你我他请准备心来参加。遗体相通的部分嘛，邀请咱兄弟伫咱灵修祈祷的时阵，为咱兄弟的需要来关心甲带到。请牧师报告。这3月16号透早的活动吼，这个图书馆甲咱做伙合办啦吼，伊甲咱做伙合办的这个活动，嘛邀请兄姊妹当来参加，来参加9点半到11点半即是来举行庆生吼。咱徐元兄、金霞姐、秀梅姐、水兰姐、东总兄、苏燕杰、苏华。美容美满之事，野林丢乐美雪、红雨、以乐、米乐来，咱来台前吼。咱做伙三角来为3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来为因祈祷。天父，阮感谢俄罗你，阮要为着3月份出世的兄弟姊妹来为因庆生，求上帝赏伫3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赐因新的活命，赐因每一日祝你有互因满满的恩惠，来帮助因带领因伫因人生的旅程。祝你甲因三角同在，三角地地，帮助因年岁哪加天，得到人，得到上帝疼哪加天，得到正人的娱乐，得到正人的肯定，愿上帝施恩伫3月份受生的兄弟姊妹，互因的生命活得灿烂，互因的生命有祝你的甘甜伫因的心上。感谢阿拉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上帝祝福你，生日快乐！祝福3月份的寿星生日快乐！这条咱来念上用尾变诗396首。当尾散会求主祝福，请兄弟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陈牧师来祝祷。主
永远同世间。做伙三角来领受上帝赐福，愿最后所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甜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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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得到避讳。